當我哋討論到同詐騙相關嘅話題嘅時候咧，好多評論都會咁講啊。佢話喂，詐騙全部都係啲華人搞啦，中國人做噶啦，甚至中國政府都涉及其中啊咁樣。咁作者提醒我哋咧，千祈唔好用咁樣嘅方式思考，因為咁嘅角度思考咧，將佢以一個種族化嘅方式處理嘅話咧，就會睇唔到犯罪分子咧同當地嘅社會同埋當地嘅精英之間咧嗰啲連結。咁佢講到咧，活躍於東南亞嘅詐騙團伙咧，其實佢哋嘅犯罪嘅方式同埋佢嘅組織咧，已經遠遠唔係咧傳統嘅黑幫同埋三合會咧嘅所謂嚟㗎啦。以柬埔寨嘅詐騙園區為例啦，其實涉案其中嘅人咧，包括呢個柬埔寨當地嘅商人啦、緬甸嘅投資者啦、澳門賭博業嘅犯罪首領，甚至係緬甸嘅民族武裝組織咧都有份參與嘅。呢一啲犯罪組織嘅首腦咧，好大機會係新一代咧非傳統華人嘅智慧型罪犯。佢哋擁有好強大嘅企業家精神啦，冇一啲特別咧嘅組織歸屬。佢哋嘅行動咧係非常之具彈性啦，隨時可以因應需要解散，然後又重新凝聚啊！所以咧，即使我哋見到華裔分子咧喺呢個詐騙集團入邊咧扮演住好重要嘅角色都好咧，都唔應該簡單地做一個種族化嘅方式處理。因為咁樣做咧，我哋可能會忽略咗咧更加深層次嘅結構性問題啊，同埋睇唔到咧呢啲犯罪集團咧跨國嘅合作方式。好多人都試圖證明咧呢啲犯罪集團咧背後嘅幕後黑手係中國啊，甚至係認為咧中國政府咧係有份將佢哋國民咧賣出國外嘅。雖然咧有一啲嘅華裔犯罪分子咧係聲稱佢哋係受到中國共產黨嘅支持啦，甚至單方面話自己嘅計劃咧係由中央政府所背書啊。咁但係經調查嘅時間咧就會發現一個顯而易見嘅事實，就係呢一啲犯罪分子之間咧佢哋嘅目的經常係互相衝突嘅。所以作者話咧，更加可能咧，只不過佢哋係借國家嘅名義啦，去謀取私利咁解啫。咁相反咧，佢認為咧，中國嘅執法單位咧，可能係處於一個好無奈嘅境地㗎。佢哋嘅執法能力咧係未必足夠啦，或者咧佢唔願意去耗費咧太大嘅政治資本。所以中國政府咧所施加嘅壓力咧，往往冇辦法戰勝啦當地嘅一啲精英啦，對一啲犯罪分子嘅保護同埋利益輸送。喺過去好多年啦，中國政府咧曾經高調地咧話想要將某啲嘅國際犯罪分子咧送遣返中國咧係受審㗎。咁但係去到今日咧，呢啲明目張膽嘅犯人咧依然係逍遙法外。而且咧唔少中國嘅犯罪分子咧，其實都喺柬埔寨攞到新嘅護照啦，有新嘅身份啦，有新嘅名咁樣。佢哋唔單止咧可以安全咁藏身當地啊，仲可以用新嘅身份咧繼續從事呢個犯罪活動。而且最重要嘅係咧，佢可以用利益咧買通呢啲國家嘅政府啦，受到當地政府嘅保護。呢個情況咧係去到2023年咧先發生重大嘅改變㗎。當時咧，隨住中國同埋全球咧對於呢個犯罪集團咧忍無可忍啊嘛，中國政府咧先至加強掃蕩啦，同埋大大咁加大咗咧對於呢個東南亞各國咧嘅施壓力度啊，先至引嚟一個咧緬甸嘅遣返潮。咁當年咧一啲重量級嘅犯罪分子都紛紛落網嘅。